大人家出事了，让人给抄了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，出什么事了这是？让开让开，上车。往后！别急！退后！往后退！老弟，不要急。爹，我娘她，你娘她怎么了？我娘她上吊自尽了。爹，快上去！死人了！爹，好女儿，你爹无罪啊，总会有一天事情会大白于天下。爹爹只是担心你孤苦一人，可怎么办呢？上车！爹！钟大人！退后！郑先生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是来看你的。郑大哥，郑先生，他就是找你买清风竹海图的公子啊！他为了寻访你，不得不女扮男装啊！爹！好，等位！女儿，爹不能走，女儿不能走！女儿不要哭，你娘去了，爹爹就你一根苗啊！听爹爹的话啊，要活下去，不管怎么着，你都要活下去。等着爹爹回来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女儿，好好活着。钟大人，时辰已到，休怪小官无礼了。走开！爹，走开！女儿，让开！姑娘！郑先生，老夫看得出来，你是个好人。老夫把女儿拜托给你了，老夫就是一死在阴曹地府，也会报答你的。放心吧，钟大人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您老多保重啊！走！走，郑先生，拜托了。钟大人，放心吧。来，喝点药啊！喝了吧，喝了就好了，明天还得赶路呢。你怎么了？啊？我命不好，郑大哥，我要是没碰上你这样的好人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别说了，好人多着呢。等到了扬州啊，我还有一大堆的好朋友，他们都会帮助你的啊。早点歇着吧。郑大哥，你别走，你上哪儿去？我不走，我在这儿陪着你啊！快吃药吧，吃完了早点休息吧。慢点，不着急啊。妹子，你还行吗？
要不我来背着你吧？啊，来。我没事，张大哥，真的。啊，妹子，咱们离扬州啊，就不算太远了。等到了扬州呢，咱们呀，找到你另外的几个大哥，到那儿啊，把你给安排好，然后呢，就到兴化我家里啊去看一看。我们家呢，和兴化那个地方张大哥离的，你们家离扬州远吗？啊，不远啊，还有2个时辰就到了。我家呢住在板桥村，村头有座木桥，我们板桥村呢也是由此得名，也就有了您的名字啊。哎，你可真聪明。哎，你看，这就到了扬州城了。来，你看啊，这儿可热闹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板桥师傅吗？啊，听说您到京城去卖画去了啊？哎，您这画卖的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吧。还带回一徒弟来啊？是同路而行。哦，回头见。那就先给你找个地方住下吧。哎，你看，你就先住在这儿吧。哎，掌柜的，你这儿有房间吗？有，请问要几间呢？1间。啊，好，小二，哎，过来啊，看着点，二位请。好，来。啊，请，楼上啊。好，二位，慢着点啊。您看，就是这一间啊，满意吗？啊，挺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好，谢谢了。好，梅子姑娘，我现在啊就去找你黄大哥，你可千万别乱跑啊！哎，给你。这是一点散碎银子，你如果万一出去呢，别让人家看出来啊，你是个女的。我现在去就回来，把门关好。